歲打後咧，每10年咧就係跌10%，可能咧就係開始咧就係牢嘈啊、牢騷多咗啊。男男女女加點情趣，同你輕鬆講健康，談情趣，即刻去健康好人生收睇啦！浴佛節嘅一般嘅傳統咧就係個個就去一個細路仔咁嘅釋迦牟尼嘅代表咧，就然後將啲淨水就淋落佢個身度，就求我攞到嗰個福分嘅。得嘅，你念40年嘅大悲咒，你咪可以嗰杯水咪有用咯。如果喺個手掌心嗰個位有個交叉嘅咧，咁你個人咧本身咧就對呢啲神秘學咧又係有呢個傾向嘅。歡迎大家嚟到風水長知識。我哋呢個節目咧就係以講術數啊呢啲咁嘅嘢有關嘅。咁如果大家喜歡我哋呢個節目咧，請喺下邊嗰度按一下你哋嘅鈴鐺。咁嗰個鈴鐺，你就係對我哋嘅支持。我哋咧就會製造更多好嘅節目俾大家欣賞嘅。今次咧我哋4月8咧就係呢個傳統嘅佛誕。咁啊都因為過咗97之後咧，我哋冇咗英國人嘅偏見咧，所以我哋佛誕都係可以成為一個傳統嘅節目，即係節日啦。我哋大家有一日放假。一般嘅節目最簡單嘅做法咧，如果喺泰國柬埔寨嗰啲咧，就係搞一個所謂浴佛節嘅儀式。咁浴佛節嘅儀式咧，通常就係話，因為佛陀傳說佢出世嘅時候咧，佢係摩耶夫人出世咗之後咧，佢係立刻可以落咗地下行咗7步，就出咗7朵蓮花，然後手指上天。另外一隻手就指地，就即係話咧，意思就係上天下地唯我獨尊嘅。咁而呢個過程裏邊咧，傳說咧就有9條龍出嚟咧，就拍向佢噴水，就幫佢洗乾淨個身。咁所以咧，今日你去到佛陀出世嘅地方，我係去過嘅，林皮尼嗰度咧，佢哋個佛陀出世嗰個地方嘅隔離少少咧，就有一個水池喺度嘅，嗰個咧就係傳統所謂嘅9龍木太子湯啦，即係話咧嗰9條龍咧落灑水落嚟，幫個太子洗乾淨個身嘅。咁所以浴佛節嘅一般嘅傳統咧就係個個就去一個細路仔咁嘅釋迦牟尼嘅代表咧，就然後將啲淨水就淋落佢個身度，就求我攞到嗰個福分嘅。除咗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就係話所謂大悲水啦，就可以淨化或者驅邪啦。咁你見到好多啦，大法師去所謂驅邪淨宅啦，都係揸住啲大悲水去揈嘅。咁佢有咩作用咧？嗱，其實呢個咧同觀音咒一樣個道理，就係佢哋啲法師用咗大段時間去念呢個大悲咒而得出嚟嘅嗰個加持力啊！咁你話我自己可唔可以做啊？得嘅，你念40年嘅大悲咒，你咪可以嗰杯水咪有用咯。咁你有冇嗰個能力咧？咁香港咧其實係有3類嘅宗教嘅。點樣叫做3類宗教咧？第一類就係正統嘅佛教啦，咁佢哋就係一啲佛廟啦，佛廟裏邊有一定嘅儀式啦。仲有就係佛廟咧，因為佢我哋東土有8大宗啊，咁亦都有佢嘅所謂嘅傳承啦，即係佢學跟邊一派嘅學法啦，譬如咩禪宗啊、淨土宗啊等等嗰啲。咁跟住第2類咧就係道教啦。咁道教咧亦都係有道觀嘅，咁啊正統嘅道觀啊就例如青松觀啊、蓬蓮仙觀啊等等嗰啲。咁所以呢啲咧都係所謂嘅正統嘅道教啦，佢哋亦都有佢哋嘅道統嘅，即係佢哋係跟正一教啊，抑或係乜嘢教乜嘢派咧，青城派啊，因為乜嘢，咁佢哋全部都有嘅。咁所以咧呢兩派啦，就係即係正式嘅宗教上嘅。咁第3類咧，其實就係咩咧？就係我哋一啲我哋叫做民間信仰，就係點咧？就係因為各種嘅原因，而啲人咧喺當地嘅人咧就立一啲廟
嚟供奉一啲神嘅。咁呢啲嘢咧，有部分咧係香港獨有嘅，例如車公廟。嗱，我哋香港嘅車公廟咧就有一間響西貢，有一間響大圍。咁當然以大圍嗰間車公廟最出名啦。ETNet 財經生活 App 有即時報價、專家貼士分析、即時人氣股排行榜等實用功能，有齊全方位財經及生活資訊，一 App 在手，投資理財冇難度。至於有啲人問啦，點解有啲人就信觀音，有啲人又唔信，有啲人就信基督，有啲人又乜都唔信，信科學嘅咧咁。嗱，其實呢個咧同一個人嗰個所謂好醜命生成有關嘅。如果你條命，舉個例啊，以紫微斗數嚟分啦，如果你嘅命宮、身宮或者福德宮係會到華蓋呢粒星咧，咁你根本上基本上咧就係對呢啲所謂嘅神秘學係好有興趣嘅。嗱，神秘學咧唔係淨係包括咩敲經念佛啊，信呢啲嘢嘅喎，你可以信基督嘅喎，你可以信回教嘅喎，你可以信 UFO 嘅喎。總之嗰啲你認為你睇唔到啲咧，你信嗰啲咧，咁呢個就係神秘學啦。OK， 咁啊至於甚至掌相咧都可以睇得出一個人會唔會有呢啲嘢嘅。嗱，呢通常咧我哋一條掌一個人嘅手掌咧有3條紋啦。最底一條咧由下數上啦，最底一條咧就係生命線啦，中間嗰條就係智慧線啦，或者叫做心線啦，然後最上嗰條咧就係感情線。咁如果你睇個心線嗰度咧，因為佢係打橫行過嘅，如果你喺嗰度咧有一條線係向上嘅，啱啱同佢形成咗喺個手掌心嗰個位有個交叉嘅咧，咁你個人咧本身咧就對呢啲神秘學咧又係有呢個傾向嘅。咁當你冇呢啲嘢嘅時候，嗰啲人咪永遠都唔會信咯。咁呢個就係等於我成日都講㗎，一個人成世人都唔會病嘅咧，佢就唔會信醫生嘅，一樣嘅道理嘅啫。咁另外有一樣嘢咧，例如咧道教裏邊咧都有觀音菩薩嘅。咁到底觀音菩薩係乜嘢嘢咧？乜嘢係菩薩咧？咁嗱，簡單啲講就係喺佛教嘅定義裏邊咧，佛咧就係一個已經成正果嘅人。咁而觀音咧就係一個發大願嘅人，菩薩啦。咁佛下邊咧就有8大菩薩，咁啊咩文殊菩薩啊、呢個大勢至菩薩啊、觀音菩薩等等、普賢啊咁樣、藥師啊咁樣、地藏啊咁嚇。咁呢啲菩薩係做乜嘢咧？就係話佢哋唔願意成佛，響成佛之前咧就立咗一個大願，就係要將所有嘅普度眾生，要所有嘅眾生成咗佛，佢先至去做。咁即係變咗佢係一個大嘅師傅。即係如果用一句現代啲嘅，即係嚟比喻啊嚇，個佛咧就係等於間公司嘅董事老闆，佢又唔使做嘢嘅。佢下邊做嘢嗰個菩薩咧就係邊個咧？就係嗰啲 CEO 啊、CFO 啊等等嗰啲，明唔明啊？咁所以呢個就係嗰個分別啦。我哋看土啊，看人咧，同觀音嗰個因緣係特別深嘅。所以響中國咧，我哋嘅嗱，譬如你去到西藏咧，觀音係男身嘅，但係去到我哋看土咧，有啲係觀音係女身嘅。咁個理由係乜嘢咧？因為中國男女喺古代係有一個有別啦。咁如果一個女人去拜一個男嘅神咧，都有少少問題啊。所以因為各種嘅政治啊、文化嘅原因咧，觀音就化咗一個女身。咁但係對佛教嚟講咧，呢啲都係一種顯現，明唔明啊？咁所以冇乜所謂嘅。咁而道教咧，因為呢一樣嘢咧，就更加將觀音咧就納入咗佢哋道藏裏邊嘅神仙裏邊之一。所以你見到咧，去到道廟咧，你都會有觀音菩薩拜嘅嚇。咁
更加唔使講啦，嗰啲所謂嘅本地嘅人一齊去組成嗰啲廟啊嚟拜嘅，例如咩紅磡觀音廟啊、大坑嗰個觀音廟啊嗰啲咁嗱等等，所以其實個各種神嘅或者佛嘅分佈咧係有一定嘅規矩嘅，只不過係我哋現代人咧搞唔清嘅啫。30歲打後咧，每10年咧就係跌10%，可能咧就係開始咧就係牢嘈啊、牢騷多咗啊。男男女女加點情趣，同你輕鬆講健康，談情趣，即刻去健康好人生收睇啦！嗱，最出名嘅一樣嘢咧就係嗰個六字大明咒，我就冇資格去教人嘅，但係因為六字大明咒係一個普傳嘅咒，咁所以咧我都唔怕喺呢個節目度講一講。咁佢嘅講唸法咧就係 Om Mani Padme Hum，嗱咁大家睇熒光幕睇到噶啦。Om Mani Padme Hum，嗱個原本嘅意思咧就係 Om 咧就係個咒頭，Mani 咧就係嗰個珠寶梵文嘅珠寶，Padme咧就係蓮花，Hum就係個咒尾。咁個 Mani Padme咧就代表咗出世間嘅所有嘅財富，所以就珠寶。蓮花咧就代表出世間嘅所有財富，咁所以全部都集埋一齊啦。咁呢啲咁嘅咒有咩用咧？咁嗱，我哋有不少嘅聽眾裏邊咧，成日都話有啲見到啲乜嘢嘢啊，古靈精怪啊，或者乜嘢嘢。嗱，呢一類嘅嘢咧，當你用呢個咒嘅時候咧，係好靚噶。咁我曾經我呢個節目度都講過啦，我有一位學生，佢天生陰陽眼，可以睇到晒嗰啲古靈精怪嘢嘅。咁我後來佢就覺得好煩惱啊，成日都突然間有啲咁嘅嘢出現。咁於是我教佢就話叫佢每一日念108次呢個觀音咒咧。結果佢2個月之後咧，就從來都未見過呢樣嘢啦。即係嗱，咁所以你睇到咧，雖然呢個6個字咧就佢個力量係好大嘅，咁所以嗰啲如果你見到啲陰邪嘢啊，你念呢個咒咧係可以幫到你解嘅。咁但係當然大家要記住咯，平時唔燒香臨急抱佛腳係冇用嘅喎。你又一定要平時有個習慣做。咁咧，你就先至可以有嗰個力量。當你一念嘅時候咧，嗰啲陰邪就會走噶啦。記得訂閱我哋，唔好錯過最新節目啊！無論係風水、美食、旅行、時尚定係藝術，我哋會同你一齊探索最新最潮嘅生活資訊，一齊休息睇片，釋放壓力啦！25度生活，舒適溫度，綠色態度，樂活自在。ETNet 財經生活 App 有即時報價、專家貼士分析、即時人氣股排行榜等實用功能，有齊全方位財經及生活資訊，一 App 在手，投資理財冇難度。